Hello，多謝大家陪牙兒玩呢個遊戲啊！今次嘅任務係帶大家去旺角行下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 Food Life 牙兒啊！旺角係一個人潮擠迫、氣氛熱鬧嘅地方，喺呢度可以睇到高樓大廈、舊式唐樓同埋密密麻麻嘅招牌，形成咗獨特嘅鬧市景觀。而彌敦道同西洋菜南街一帶更加係體驗香港地少人多嘅最佳地點。呢一區有唔少街頭小食同埋茶餐廳，亦都有好多特色嘅餐廳。呢間係喺百步街嘅餐廳，佢係以港式懷舊佈置做主題嘅。入邊播放住70、80年代粵語流行歌曲，樓上同樓下都有唔少影相位啊！牆上面都有好得意嘅彩繪。豬油渣卡邦尼銀針粉83蚊。中間有溫泉蛋，可以將佢吉穿之後撈埋一齊咁食。銀針粉煙煙韌韌，表面仲沾滿咗用蛋黃同埋忌廉混合嘅卡邦尼醬汁，仲有啲煙肉同埋豬油渣，滿口油香。入邊仲有啲蘑菇片、洋葱絲、黑椒、香草等等，我呢就會俾佢5個心心。然後就嚟到年輕人最中意嘅旺角中心啦。蟹子章魚燒6粒34蚊，綠色同埋橙色嘅蟹子脆卜卜，章魚燒外香內軟，中間就有啲章魚肉，仲有日式沙律醬同埋大阪燒醬、紫菜粉同埋堅魚絲，我呢就會俾佢5個心心。珍珠古早奶茶中杯20蚊，我呢就要咗無糖少冰。以台式奶茶嚟講，茶味濃郁，我會俾5個心心。跟住嚟行下入黑之後嘅旺角，我仲順便去咗 Moco 影下聖誕裝飾。之後就過咗去先達廣場同埋女人街，我仲去咗朗豪坊添。呢度嘅聖誕裝飾好得意啊！原來仲有露天花園添，跟住就去咗砵蘭街嗰度影霓虹光管招牌。
霓虹招牌係香港嘅重要象徵，喺1920年代開始，霓虹燈就成為咗城市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不過隨住科技發展同埋市場需求嘅改變，霓虹燈已經逐漸被 LED 等等嘅科技取代啦。呢度咧原本係百年歷史戰前唐樓群嚟嘅，近年咧就活化成特色商店同埋餐廳。不過我就夜咗嚟啦，好多鋪頭都已經閂咗門啦。握着手，以幸福包圍離場間樓，牽着走，懷着勇氣，自愛得永久。送給你，為了世上最好天氣。若有一日轉身看到在紅水的我面我，願一刻活一生有種的熱吻，直到下世紀，假如未忘記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啊！臨走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、分享 Food Life Idea，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鍾意片入邊邊個地方呢？我哋好快就會見面㗎喇，拜拜。